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9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条新闻呢，有影是假娘心肝火，梦见爸母因。来看这新北路九张中道有一对老翁仔某倒伫客厅，因身躯顶拢互太10外刀。那警方呢是调监视器来追查，认为讲这30外岁后生嫌疑重大。暗头6点外的时阵呢，伫咧新庄掠到人，带登去侦讯，要来厘清犯罪动机。 手挂一个物件要行转厝，这是老阿伯在世上辈的形影。隔顿监控发现的时阵，甲因牵手倒伫咧客厅，已经明显死亡。那天晚上有听到吵架，只有人家以为是说他是家里的事嘛，没有人去报警，而且还有人听到说有女人在尖叫的声音。警方到现场为封锁线，因为死者翁仔某规分尸拢是刀伤，两个人分尸着10外刀。经过专案小组初步判定，这个60外岁的翁婿在生有抵抗。 有用手去动刀的分野，亲友他联系他不上，然后直接来住处，按门铃也没有回应，然后直接拨打电话，发现里面有电话声，然后就觉得说不太对劲。案件发生伫咧新北市芦洲，经过亲情报案了后，专案才逼出来。警方初步判定，死者因后生有真大的嫌疑，监视器翕到伊17半暝啊骑车离开厝内，目前已经查扣伊的机车，还佫有超出哪像犯案的查刀。 19暗时6点外，伫咧新庄的巷仔掠到人，已经带登去侦讯。足单纯的翁仔某嘛，囝阮嘛罕咧看，若看到嘛袂甲人打招呼。这个涉案的后生30外岁，哪像无头路，罕也会去做散工，并无家暴通报的记录，捌持有毒品妨掠。因若即届敢是为着钱来犯案，会是厘清的重点。 台视大人的案件永过不时地发生，新庄某有孙仔甲阿嬷讨钱讨无，就举刀甲刣，防判无期徒刑。遐人五个嘛有后生，哪像因为房产的问题甲老母刣死，像这种刣老母、刣阿公阿嬷的情形，拢可能涉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修法之前是只能判死刑或是无期徒刑的，而在民国108年以后呢，有可能被判有期徒刑而已，它会被加重这1/2的这个刑责。 这项罪名经过修法，法定的刑度无搁限制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毋过甲普通的杀人罪来比，会加重论罪，来处分心肝去到补去保天良台视大人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 言论自由唔是一寡人会当了解的。来看这中国配偶观光伫咧做梦情，进前伊就捌讲过，讲这红旗啊紧早办台湾差满满的不同言论。伊面书在今证实讲，依照两华条例等相关规定，认为伊有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可能性，废止长期居留许可，也限令出境。因若这个观光离境进前，搁再呛讲呢，希望搁较早来统一。 我希望早日统一，争取孩子回娘家看望外婆。我觉得你们怎么了？你们害怕了吗？透过影片表达部分中配观官因为发表早晚红旗插满台湾，才会牵涉武统的言论，互人检举。后来点点删除争议影片，佮改名小辣椒持续大文。去年11月去马场顶纪念公园拍片，纪念强调5州顶人，即马确定予移民署废止长期居留许可，并限令出境。 这个个案里面所碰到的问题，都是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联审会议通过的。去年3月，中培爷爷涉嫌鼓励武统，去予移民署限期10天来出境，搁捌去内政部前抗议。所来阮旗小薇嘛比较爷爷，共款伫月底互人赶走。同一年，捌伫花市正头路的中培基地。 互人也经营解放军民粹社团，先注销台湾身份，12月嘛，互人废止移亲居留。即马官因为公开散布争议言论，认定有危害国安甲社会安定，移民署证实已经家己离境，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依法作出处分，并限令出境，兼顾依法行政及人权保障，其已于115年1月中旬依宪自行离境。恩琪在中国台湾省宣扬两岸一家亲，带上了中国红。 拿起了我们的5星啊！先关一下。先关一下。哎，先关一下，我跟你说。中培阮旗登去中国了后，共款用台湾做题材，继续做直播主。这阵啊，互人发现直播到一半，有中国公安人员加查落来，要求关台，互伊讲假证书激动号出来。我是在为祖国做贡献的，大家。
好不好？加直播记录落来的 YouTuber 就这样表示，阮家案例颠倒，互大家看到警察国家的本质。即阵也有中配伫网络报版繁体字，希望赶紧统一，就会当写简体字。对这样代志，内政部正式回应，无要统一。佮声明中华民国官方所使用的都是简体字。教育部表示，理解跨国婚姻和台湾争做多元族群，考量语言的适应，政府拢会提供过渡性的辅导甲协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天新闻的主播林新友涉嫌违反国安法去防收押禁见，基进党早起去到中天的门口开记者会，质疑这媒体受到中国渗透，也批评国安法针对间谍案，拢判了伤过轻啊，就要赶紧修法加重处罚。那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虽然有新闻自由，不过国家安全这条红线绝对不会当去踏掉。今日头地检署伫侦办海军陆战队有中枢加5000支拍影片，像要投降中国的案件。因先出关的时，查到中天新闻的记者兼主播林新友涉案。检方指出，伊涉嫌提供金钱予现役军人，甲军事资料转交予中国人士，涉犯国安法等案件。经过检方约谈甲搜索，17起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基进党伫19日时来到中天的总部大楼外口开记者会，质疑媒体内部可能受中国渗透，嘛指出目前国安法的间谍案刑期判伤轻，爱修法加重。台湾对于共谍案的平均刑期只有1.5年，只有18个月，而欧美先进国家对于这些间谍案的平均刑期是19年，所以台湾的轻重轻判就会造成完全没有嚇阻效果，甚至是变相的鼓励做共谍。针对中天记者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强调，面对新闻自由甲国家安全的改善，因认为新闻工作者的自由应当徛伫公共利益的前提，运用正当的资讯来源。因嘛认为，规个事件应当厘清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新闻机构打着红线，避免造成对新闻媒体的打压。新闻自由，它其实也不是新闻工作者的免责权。那我们给予新闻记者或是新闻机构有这样的新闻自由的权利，那它是以什么为前提呢？以公共利益为前提的专业自由。所以如果这一案呢，他的行为已经涉入了就是有关于收买军事机密啊、触犯国安法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的话，那我们可以理解的会是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新闻采访了，而是一个很单纯的违法行为。咱来针对这个事件，中天新闻发表声明表示，公司对这个案件无了解，无要做出回应，希望司法公正审理。针对外界风声中天去互人搜索的代志嘛，不会讲这不是事实。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这1.25条国防特别条例呢，到今还佫卡伫立法院，还未付委审查。国防部长郭立雄今仔去到立法院进行秘密会议的专案报告和调研沟通说明，希望会当赶紧来付委。另外，讲到最近呢，这国军变出到这渗透案，郭立雄强调，9成以上案件拢是官兵检举，或者是军方主动去查，这也显示讲咱的保防教育是有成功的。国防部长郭立雄19去立法院，甲立委握手致意，针对一条2500亿特别预算的军购项目做秘密会议的专案报告。因为军购特别条例已经几啊届伫听诉委员会启用动落来，郭立雄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向调查详细说明，希望法案赶紧付委审查。根本都还没有付委，那么也没有通过之前，我们还要尊重立法院。立法院能够给我们多少这个货物的预算，那我们还要再根据这些货物的预算内容，我们来安排军购、商购跟委资的部分。郭立雄强调，对美国军购的项目，伫美国通知国会进前，无法度对外公开。不过，根据国防部公开的资料，要买的品项拢总有7类，包括精准火炮、远途精准打击飞弹、无人载具甲伊的反制系统、防空反弹道、甲反装甲飞弹、AI 辅助系统、强化作战力量装备，甲台美共同研发，还有采购装备系统，内底包括海马斯导管火箭、标枪飞弹甲拖式飞弹等等。对那边嘛要提出军购特别条例的版本，郭立雄认为无必要。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朝野政党有任何意见的话，都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进行讨论。如果要做修正，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表示，会开公开会议，要求国防部就会当公开的资料来说明。那秘密会议的时阵，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因为家机密的资料炸走，去互国防部发现就倒转来嘛，引起争议。我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啊，发现。怎么这叠资料里面有国防部的东西？
就返回外交国防委员会，把东西交还给他们。从我们在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发现机密资料不见了，然后我们请军官追出去。议事规则48条里面，你就是不能析出嘛。针对陆战队的士官涉入强谍案，向中共宣誓效忠，泄露职务的秘密，嘛牵连中天的记者林新友牵涉国安案件受压禁见。郭立雄强调讲，9成以上的案件拢是官兵检举或者是军方家己调查的，显示国军保防教育要有一定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这半导体关税232条款，美国也答应讲呢，和台湾上解犹太条件。这个消息一出来呢，这南韩的半导体企业随批落变成暗落。这10倍呢，南韩政府就表示讲，已经紧密启动协商机制，强调晶片关税未平别的国家搁较歹。有专家是分析讲呢，目前以全球晶圆代工的市占率，台湾的台积电占7成。不过呢，这全球记忆体晶片，南韩的三星加上 SK 海力士市占率超过6成。咁会来比较到台积电投资美国就同款的犹太税率呢，这部分可能也有变数。台湾伫咧232条款关系内面，争取到半导体甲衍生品关系上优惠待遇，和同款是晶片竞争国家南韩正境界。10位南韩青瓦台发声明，讲已经启动紧急协商机制，强调晶片关系未输予其他国家。要让美国拥有充足自给自足的 High Bandwidth Memory， 那么其实三星跟 SK 海力士就必须要大手笔的投资美国，不是建晶圆代工厂，是建记忆体厂。根据台美贸易协议，台湾企业伫咧美国起薪抢的这段期间，会当规划产能上最2.5倍产品输出去美国，唔免搁拿232条款的关系。而即马全世界晶圆代工市场市占率，台积电占7成，三星7%到8%，中芯国际5%，联想还有罗格方德每一间拢占4%。而即马全世界DRAM市占率，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是前3大。分别占20到35%，CXMT 甲南马科是无到5%。而且美国商务部讲，以后若是无伫美国设厂，可能会拄到高关税，恐惊会互记忆体厂商承受正大的压力。如果韩国的半导体关税比我们高，那么它卖到美国的晶片价格就会没有竞争力。那我相信韩国也有记忆体相关的技术。美国一定也希望他去美国设厂，他们很可能会重新谈判。那最终呢，看能争取到怎么样的条件，才能跟台湾竞争。目前为止没有在美国设厂的计划，直接交易美国的市场的比例目前不大，但是在增加中这个我们会在考量这一点，未来怎么应用。台美关系确定，中经院估计今年台湾的 GDP 会当达到4.14%。除了经济前景看好，19大股国行悬，收伫31639点，起230点。宽达股台积电收盘1760块，起20块，两项拢创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带团队去到美国协商谈判，这对台湾的对顶关税降到15%。未来呢，这台美贸易协定和相关的 MOU 拢会送到国会审议。总统赖清德呢，也有这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呼吁国会要赶紧来支持。说落来，国会审查这关呢，因为是条约和协议案，只需要自托就会使。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带领谈判的团队去美国达成台湾对顶关税调降做15%，而且原底上优惠国台牛税率等几项的项目，嘛完成无塔起的计算的目标。19透早回国，行政院长杜永泰亲身去迎接。我们的谈判团队会持续的以国家的利益、产业的利益、国人的健康跟粮食安全4大目标，完成所有总统跟国人所交付的责任。台湾的技术和产业，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一股关键的力量。那这一次也和商务部先签署了投资 MOU， 预计数周后我们会再签署台美对等贸易协议。那这2份协议都签署完，就完成最后一里路。台美关税 MOU 甲关税协议，未来会送国会审议。根据条约缔结法甲立法院这款刑事法，条约案只要议托，听诉上议托了后交委员会，实际审查讨论，再搁送交院会来决议。原则上协议的内容，敢来当同意，无同意，文字是袂当改的。
在国会审查的这一关，国民党团要求行政院提产业冲击影响评估的报告，针对 GDP 甲半导体产业链的影响、中小企业外溢的效果、甲财政金融风险的评估。美国是直接告诉大家，要把产业。高科技产业链是整个要搬到美国去啊！这边我们要严正的提出这个警讯，请民进党政府啊，今天真的为我们台湾守住产业的根。我们支持台美合作，但合作不等于无条件退让。当40%的关键产能被搬走，台湾还剩下什么筹码呢？这一次的关税谈判，台湾获得了全球的3个第一与3个唯一。所以全球都看好台湾的时候，台湾内部就不需要看衰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讲，国会会谨慎实际审查，袂有政党相同的立场，敢若有人民甲国家的利益为第一优先。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到台东区这台东县呢，有200多公顷的金旋往来，因过就要发生讲这往来消无路墩甲烂去的问题。不过即摆呢，有日本的食品加工业者上到台东延平乡山区的金旋往来，拍算要来买往来，而且有来到台湾现场考察。台东县延平乡的往来田拄正种金旋往来栽落去，6、7个才被采收。验过19就一间日本的食品加工业者，经过无一商甲乡公所介绍，来到山区的往来产销班农户现场看农民种植的情形，对这个环境也个种植的技术印象真深。で、あとは何がびっくりしたかというと、多分日本より確実にオーガニックに近い。延平乡桃园村山区的金旋往来产销班，差不多有30位农户。农民讲，可能是种的所在伫咧山区，食起来气味无共款，才会吸引日本的业者来遮看。公所是讲，这边日本业者主要是要买加工果子的原料，希望看线和双方合作，改善农民的生活。可能也因为是气候还是土壤的关系，它的口感会不一样。举凡在行政作业还有证明等等，那可以还有相关的一些小小的补助，那我们可以挹注的、可以帮的，我们就尽量做。日本的食品加工业者讲，这边除了希望买东部的往来，也对台东的食客有兴趣，希望以后拢会让引进日本去加工，结果卖到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那准厝内有囡仔，家长要特别注意哦。伫咧台南呢，就家长伫园游会时阵，买一条会浮伫咧半空中的这鸡龟啊，互囡仔耍。等到处理了后，发现讲迄个所在破一空，囡仔可能是用喙去喷风，所害讲这内面的害素呢，伊就输入去囡仔肺部，当场是昏去，加在送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医生也提醒讲呢，这严重会出现呼吸衰竭、意识不清楚等等的现象，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老爸为学校的园游会买下铺伫空中的气球转来，囡仔真欢喜伫客厅耍，其中头壳套这个白色气球的6岁查某囡仔雄雄屁落，家长关底就是伊咧耍，我过才发现伊已经唔知人。去用手去拉气球啊，结果我发现整个气球已经吸住在他脸上了，我就大力把它扯掉，然后扯掉的时候发现他的嘴唇全部都是黑色的了。这个查某囡仔喙唇泛乌，老爸一直大声甲喊才精神。送病院了后，看出来监视器才发现讲，这个查某囡仔哪像是用喙对鸡龟安尼喷，这个地鼠输着害气了后，上手无够全昏去。他把它粘在脸上吹了，然后可能小孩子不会吹嘛，他吹一口空气，他要吸气再吹嘛，他刚好把里面的氦气吸出来吸进去嘛。医生讲氦气并无毒性，不过囡仔若输落到地，可能会减少上素的浓度，若严重者会出现呼吸衰竭，唔知影人或者是一直喘。一般我们在空气中氧气浓度是21%，那如果说氦气浓度高的话，它会造成空气中氧气浓度降低。如果降低从21%降低到16% 以下，那就会很危险。咧卖气球的业者讲，一般若是用氦气的气体来灌，拢是用机器，较少看到因为输着氦气怎分去的。而且嘛要注意鸡龟感受破空，嘛建议家长气体的来源若是无确定，千万唔通买，嘛较袂去买着灌氢气的，因为拄着火较会爆炸。伊若破，你甲灌嘛是破呀，伊嘛是消风啊。伊氦气伊就是消风啊，它消气很快呢。一般通常像我们有些球就是用吸管去吹。补习班的化学老师林俊杰解说，氦气是属于较安定的气体，若灌入鸡龟内底，鸡龟会浮伫空中。虽然讲无重大爆炸的危险，不过囡仔若无细致去输着，可能也是有危险性，提醒家长爱随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食老了后，行有法度食物件，困的路面就是上界幸福的。台湾已经是超高龄化社会啊。根据着这卫福部的统计呢，这65岁以上时代有3成到5成有这款食物件吞袂落去的问题。天主教湿地基金会就邀请8位专家学者做伙来出一本册，叫做《一路食到老》的工具册。内面有时代喙齿的保养、食物件吞物件困难的原因，要安怎食才有营养等等，这内容真实用。营养师做软软好入嘴的糕仔饼，互时大食，因为好吞方便食，时大就较愿意食。天主教湿地基金会长期照顾时大，用第一线照顾者的经验，邀请8位专家学者来写《一路食到老》这本册。其中一位作者讲，时大食物件吞物件有困难，是因为脑后的筋膜退化造成的。但是会当透过训练来改善。用力对面就是讲，咱吞的时阵吼，你着喙感冒炎，然后大力吞。我示范一次，就是安尼喙感冒炎。好，啊，这然后就是你的脑筋，就是喉结的所在吼，甲下頦这个所在，即搭出来吼，喙感冒炎，然后大力吞。你咧吞的时阵，就是纯粹咧做运动。根据卫福部的统计，65岁以上的时代有3成至5成的人有食物件、吞物件的困难。学者表示，社会大众对照顾这款的时代，常常会有唔对的观念，就是讲甲物件偌做年用互糊较好吞。但是营养师讲，安尼其实是会造成时大营养不良、体重下降，甚至是脱水。给他比较，比如说就是软一点的，好，或者是说这个质地稠一点的，那让它好吞咽，而不是说都是稀稀糊糊的这样。同样是半碗，我要加了水，那它的体积就会变大，然后你每一口吃到的时候，这个营养成分还有这个能量的话呢，都会比较少。好，那如果长辈胃口又不好的话，他可能吃一点他就饱了，就吃不下去。因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这本专门为着照顾时大写的册，内容有喙齿的保养、食物件、吞物件困难的原因，要安怎食好营养和照顾湿地者的方法。基金会希望这本册会当提供正确的观念，若是提早发现问题，量早找医生协助。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咱的镜头先看到西班牙去，这西班牙南部10八暗时呢，有2台高速火车烧弄，目前有21个人死亡，上100人受伤，还有一寡车厢呢是落落去4公尺深的山崖，抢救真困难。发生意外的列车，其中一载车厢的乘客翕到这个画面，即阵内底敢来当靠紧急照明，已经有一位工作人员进入车厢安搭并且协助。这位乘客表示，代志发生的时，火车喊甲真厉害，大家拢真惊吓。加在甲家己同一载车厢内底乘客拢平安，对外口发生什么代志并无清楚。西班牙南部18发生2架火车烧弄的事故，并且造成重大的死伤。对外口看入去，救援人员爬到上顶面，想要进入车厢内底。后壁这载车厢出甲真严重。有一个旅客对已经喙齿的虫仔爬出来，后壁几扇车窗会当看到救援人员用手电照光协助接应。Many of the passengers were trapped inside after the accident. They had to break their way out of the trains using those emergency hammers by smashing the windows. It's been a very difficult job for the firefighters and the emergency workers to get into the area. It's a very narrow area. The road is difficult to access, and they have been working methodically to try to get people out of that mangled wreckage. 根据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公司的讲法，这架对马达加开往马德里的列车在阿达姆斯附近败尾，冲到对面的铁轨路，甲当日驶过来另外一架火车相撞，致使对面的火车也败尾。医疗甲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抢救，有一寡乘客已经救袂回来。安达卢西亚驻地区紧急事务官员桑祖表示，部分车厢并落去大约4公尺深的崖。增加救援的难度。交通部长朴文潮表示，意外发生在铁轨路的第3段，而且这段铁轨路才拄全面翻新，肇事的第1列火车是新车型。这个事故非常的奇怪，当咧深入调查当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讲到无人载具伫天顶飞，就是无人机，也若伫咧涂骹走的有机械狗。副总统萧美琴呢，进前就去做机械狗产业的义美，来参观相关的成果。陆军最近也针对着机械狗进行研究和评估。有专家是认为讲咧，目前这机械狗的灵活度和成本，也是有进步的空间。不过日后有机会用伫咧战场里去。副总统萧美琴用控制器控制这只家鸡狗，一个正好奇，伸手想要去改抓。这只家鸡狗唔那是当飞的行，一个会当爬楼梯。家鸡狗行楼梯，脚步同款正在。萧美琴抱本讲，正感谢食品大厂义美的邀请，可以见证台湾甲国际伙伴合作引进的成果，也希望军方甲民间加强跨域合作。其实，陆军已经对4卡无人地面载具，也就是家鸡狗，进行商业证部收集、研发甲评估。搭载很多感测器侦查前面有没有爆裂物那甚至呢如果说未来科技更发达的时候呢，还可以派更小型的机械狗呢去执行所谓的战场上的冲锋陷阵。专家认为家鸡狗应用伫咧战场，较有可能的是侦查抑个载运、无人载具、陆海空军拢有，会当应用的范围也无干那限定伫咧军事，尤其大家上注意的无人机，会当应用伫咧农业监测甲物流运输。为了要扩大国内对无人载具的需求甲用途的开发，立法院财委会开公听会听各界意见。业者没有办法在国内进行足够时间的飞行测试，要松绑或者是要划定特地的区域来供这个无人机操作跟这个测试。或者建议若要发展无人机的商机，除了用足参法修正草案。也希望政府会当跨部会共同讨论安怎招商引入资金，甲国际做伙合作。在国内部分，民间团体认为会当用民间组队的方式，和民间的财源也个产业拢做伙参加，强化无人机的自主甲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传统产业长期以来拢伫咧欠工，政府毋若有开专班，因企业派人来培训。那这传统产业的头家也有引进 AI， 速提升着效率来缩短制停。有学者是认为讲呢 ，AI 是应用的趋势，因若员工毋免烦恼讲会去互取代，颠倒是爱学习安怎使用 AI。加关了放入去模具造型，另外一边爱加喷护金，中华量态氮气超过9成的水五金产品，大部分拢外销。去年捌因为美国对台湾扣32%的关税影响大单，面对国际市场挑战愈来愈大，引进 AI， 和整体的效率甲产品的合格率大幅度提升。成本降低，不会说我们要为了一个不大量的产品，然后投资一大笔钱，那这样子就是不划算。这样子，中华嘛是农业大关，在地的农业科技公司嘛透过导入 AI 应用，那互农业制停缩短4成，嘛互营收有明显成长。业者表示，透过 AI 应用分析，互效率会当提高。是在学习 AI 后，让我们整个公司的 AI 应用大爆发，整个产销人发财，还有资讯品质这些公司治理的7大面向，我们全部都有运用到。AI 在特定领域的应用，比如说产品要如何开发，如何要做过更好的一个验证如何要做一个更精准的一个这个品管等等这方面来做一个能力的再提升AI 应用无限高科技，嘛互团产有转型的机会。经济部表示，团产大部分属有中小微型企业，普遍拢有欠工欠人才困境，嘛到转型的时机点。为去年5月开设 AI 实作专班了后，互 AI 会当包含16个团产领域，用数位转型增加竞争力。学者表示，面对 AI 的流行甲运用，企业界嘛应该注重人才培育。AI 就像你的助理一样，你有问题你就可以随时问他。AI 不是来取代你的工作，而是来帮助你的工作做得更好。经营管理方式怎么样让这个一些不必要的成本能够调整，这个都可以做的。学者认为，安怎使用 AI 行出新的方向，会成做产业转型的新课题。AI 应用也是爱注重人的需求，相关产业也知影安怎使用，会成做促进升级的好工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人讲大旱不旱，人马不安，明仔载就是24节开的这个大旱。今日冷气团行暗时呢就会落南，这强度是瓦近寒流等级。拜三半暝，台北、台中气温可能只有10度尔。那这新地标的以南部分所在是6度到8度。北部地区因为水汽较济是10个冷，那中部北部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会落雪。北部的云真高，空芳透小寡日头光是真舒适的天气。不过刷落来要变天啊！气象署提醒，拜暗时开始受到强烈冷气团落南影响，温度会变低，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半部和恒春半岛落雨的机会会增加，愈暗雨会愈大，半暝啊可能会闪大雨，而且雨会一路落到拜五。桃园以北，甚至新竹以北地区，一直到东北部地区，在未来的2到3天，降雨的情况是比较持续的。另外，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转台一路大降温，时间对拜二开始早暗低温，中南部以北和宜兰大约伫咧11度至14度。拜三到拜五是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上强的时间。气象署提醒，到时北部、宜兰、广阔地区以及外岛，可能会出现8度至10度的低温。那中南部嘛真寒，低温伫11度至12度。尤其是礼拜3、礼拜4这2天，在北台湾全天天气都是相当的冷哦，高温可能也是只有14度附近。那在这一波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到了礼拜3、礼拜4，各地的高温大致上可能也都不超过20度。因为水汽有够，温度也低，气象署提醒拜三、拜四天光，北部、宜兰2000公尺以上，以及中部、花莲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有机会落雪。气象署预估这波强烈冷气团爱到拜6才会减掉，提醒乡亲这阵爱穿雨袖，避免减掉。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为了要避免过年时啊呢，这急诊是塌甜，卫福部今年投入16亿补贴这医护人员过年上班的费用，还要求全国203间急救的职能病院呢，逐工拢爱汇报急诊台层资讯。那讲到这台大病院和台北荣总也拢启动工程制度，只要急诊的病人有住院的需求，有病床就会当下区来受治。去年过年期间，真侪病急诊人伤多，主要是因为护理能力无够，所以病房拢关床。再加上流感、天气冷，和重症病人无法度顺利转入去病房，被迫留伫咧急诊。为了要避免急诊个人伤多，台大病院今年第一遍发布全国病房限制，进行工程制度，只要急诊的病人有住院的需求，就会看科找空病床。台北荣总也启动供性疾管的工程，照顾急诊的重症患者。经有急诊判断需要收治本院的，我们就会到疾病的轻重缓急往上尽量收治到可以收治的地步。目前我们不是乱签，荣总没有说什么统一塞床哦，那看到哪边有床就塞，没有，我们还是有同质性高的才会签。不过护理甲医界团队是担心，病若是讲人无够，就随便调动护理人员基因无熟，或者是专业无符合的个别资源，那些造成护理人员过劳甲流失，也可能影响医疗品质甲病人的安全。我们乐见各家院所针对急诊拥塞来提出病床的调度对策，但必须要注意危险跨科支援情况是否有发生。因为跨科借床或者是这些大内大外的这个床位的调度之下，去收治了他非专科病人的这个情况，而导致工作负荷和不安全感增加，而导致的春节过后的一个离职潮。护理团体讲，全国护理师跨科资源就要有配套，而且不是常态性的资源，上主要是病要赶紧找人，并且建立明确的规范。卫生部教护署强调，病对护理人员的职务调动，应该以护理人员同意。一个确保伊有相关训练甲技能做完整，若无就是违反劳基法。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有20个县市政府宣布讲，这营养午餐免费，敢若剩新北市、嘉义市是搁爱收钱的。敢若这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呼吁中央就爱有统一的做法。教育部长陈英要求讲，营养午餐政策是地方政府的权责，中央尊重地方自治，也强调营养午餐使用在地农产品的政策无受到影响。全国各中各小164万的学生会使用营养午餐了解台湾的在地食材。农业部用奖励金鼓励学校使用有产销履历、
邮机等等3种1Q， 也就是3个标准一个 QR code 认证的国产农产品，自2016年进前无90%，这几档已经超过98%。不过未来营养午餐是地方政府免费提供的，敢会减少使用成本较悬的3种1Q 的食材呢？教育部长陈永尧就讲，22个县市会依持。可是你怎么能够保证它能够落实到章 Q 食材的适用？我们所理解，22地方县市都已经把3张1Q 这一个放在年度的一个编列在年度的预算里边。教育部长陈永尧透早到立法院教文委员会报告，民众党立委刘淑彬就指出，6都餐费上悬是到70块，上低干那38块，伊烦恼地方的差距伤大。部长就讲，这个计数是受到物价指数、学校规模足侪因素影响。国民党立委万美玲建议，学校中斗等要是应该和中央统一来做。真的是应该中央做，而不是地方按照各县市的财政的状况不同，有的可能吃得好一点，有的可能吃得差一点，有的这个经费高，有的经费低，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们一定会订定一个规准，包含未来各地方县市政府在推动营养午餐的许多的那个检核指标。那有可能会因为各个县市他们在排这个所谓的全面的免费营养午餐这件事情，去挤压到其他的教育的经费，那这是我们不乐见的哦。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呼吁，应该是中央统一。陈永尧表示，目前要是地方的权责，也若经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营养午餐免钱的政策是咧骗选票。陈永尧嘛表示，家己无认为是咧骗选票，强调这是地方自治的事工。教育部注心的是营养午餐才会安全甲卫生。公视新闻林静梅、沈志明台北报道。有一寡代志是天生自然，咱做大人的爱先做互囡仔看，才讲互囡仔听。来看这校园推动这性别平等，也有艺术教育。有2间学校已经有设这艺术已经路，亲像桃园的八德国中，伫2年前就设啊。也若瑞丰国小伫今年1月已经完成了。这学生囡仔若准向艺术来，就当好好洗灯，未来会继续来示范。便所内底放卫生棉、免洗裤，佮加装热水器，用简单清洗。这是桃园市伫八德高中首创的女性生理洗浴间，互向有生理状况学生有空间用安心洗身躯甲清洁。校园有这个生理盥洗室啊，会不会比较安心？会，因为毕竟就是每个人生理期的时候不小心弄到，就是都会不好意思嘛。那在这边会有自己的隐私，也不用怕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简单讲一下使用率。我们学校的使用率应该是每天都会有人用，好，因为我们全校有1500位孩子，那女生也几乎是占了一半，再加上我们教职同仁有接近快200位。八德高中目前有2间生理洗浴间，门口各设 QR code 使用调查。有学生建议每栋楼都应该安装，显示有使用的需求。校长认为，各少学生出境来，囡仔会真惊吓，佫应该设生理洗浴间。目前除了八德高中，瑞丰国小也伫今年1月拄设完。教育局表示，后续会大大扩充示范的学校，积极推动性别平等、加规境教育。今年度核定高中以下200多所学校，共计1360万元。那补助学校在校可以设置生理用品定点的提供，这包含了国小4年级到高中的阶段。教育局表示，除了设立生理洗浴间以外，3年来也推动学校办理优先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加推动月经平权计划，照各级女学生人数规模分级补助。每一个学校每个月补助400到1000买生理用品，同时补助经济弱势女学生每人每个月200块的生理用品。记者综合报道。肉厚又阁好食的台湾雕，进前呢是受到对顶关税影响，外销美国的台湾雕订单减少真济。可再加上去年呢又减受人冤枉，中国伫咧拼俗价来抢订单，饲台湾雕的渔民日子是真歹过。伊若是希望讲政府会当来甲因斗相共。窟窿内底台湾雕食着渔民放来饲了，日底这鱼仔因为关税影响外销订单，加上国内需求无济，渔民表示，交传统市场的价销一斤大约是25块，不过目前养殖的成本已经到28块，因负担的成本是愈来愈重。现一般咧了话20出头块尔，啊，若外销话10外块来咧了，现在都当啊无行情伊啊。大家拢咧报啊，报台湾雕卖袂出去啊，哦，啊问题是因伫菜市仔咧买。
赶快贵33啊，马波拉啊。那当你末端市场没有降价的时候，你整个内需市场就会疲乏嘛。渔民表示，关税影响到台湾钓的出口，这3个月来市面上鱼仔拢踢得卖袂出去，互原本时间到爱掠的鱼仔，只会当放伫壳仔内底继续饲。不过即马是愈饲愈大尾，毋但成本增加，而且加工厂时间嘛无要收，渔民是真无奈，希望政府会当来斗3工。即马就是以国外的市场规拢冻掉的掠，国内拢要细尾，你细尾，你这大尾要安怎？所以这起来拢2-3斤，即马佫愈来愈饲愈大尾，愈困难销呀。袂行，安尼要安那？那我们如何去赶快去把它去化掉，把这些大尾的去化掉？那反而是可能是必须要赶快第一时间赶快去着手把它处理掉的一个事情。嘉义县政府渔业科表示，农业部已经公告，除了外销会提出奖励以外，针对加工厂甲渔民会提供生产奖励金，另外还会来补贴农业贷款的利息，计共会投入180亿来进行配套政策。嘉义县政府嘛会配合餐厅业者增加通路，协助甲大尾的鱼仔销出去，希望解决渔民目前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屏东垦丁有一间5星级的饭店呢，带游客生态导览。所有民众发现讲，这大人囡仔拢走到沙坡顶头掠沙蟹，还佫架绳啊，质疑讲安尼生做会破坏生态。饭店也出面回释咧，国家公园管理处也要求业者讲用目睭看到好，唔通去扰乱着这的生态环境。导览员带队伫沙坡做生态导览，大人囡仔拢摕着手电仔含水桶，透明的水桶内底拢有放大细只的虾，甚至佫有掠架绳仔。不过饭店人员含大客行为，互张小姐感觉无妥当，有破坏生态疑虑，就甲影片搭起社群网站，引起足侪民众讨论。一来，当然导览员就讲解，那开始就大家抓，然后大人小孩就追着寄居蟹、追着螃蟹跑。我问了导览员，我说。这个是可以抓吗？他说他们会放回去。我们已经有确定有法律规定了嘛。代志发生伫16下暗，垦丁小湾附近的饭店，这个月初5到18有免费野放沙蟹生态活动。导览人员一摆带20位游客掠沙坡的毛蟹含架绳仔来观察。虽然有民众伫社群表示，伊迄摆活动结束，工作人员确实有参与做伙甲蟹放生，但是有掠的动作，就让人感觉无理想。那针对这一次的一个旅客的一个意见反映，那我们也有深刻的做一个检讨，那也希望就是未来我们在做导览体验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部分能够更加一致性。本处获报以后，立即通知该业者停止上市行为，并改善导览的流程与方法。本处也将检视该活动的内容，如果有违法的行为，将依国家公园法第13条第2款处以新台币3000元。垦管处呼吁民众进行生态观察，应该以卖掠、卖搅扰、卖破坏为基本原则，保护珍贵的生态资源。董事饭店讲，这个活动已经办3档啊，影响社会大众会失礼，愿意承担责任。自17开始，导览活动就无搁提供汤仔予民众。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常常听人讲，这新明星闹热时，唔是定定有诶小吞论一寡，不过一寡所在却是造成别人的困扰。来看这台南安南区的新寮镇安宫10八顿咧闹热，数一个55岁民众去互这泡瓦夫击到，规个是头壳流血流滴，上病院添2针。要那台南市政府表示讲呢，这庙会时阵联合稽查小组拢有苦劝几落解，即马环保局已经甲这间庙罚6000块啊。暗时天顶午会14宴会有够水，嘛声真侪人来到老街。这是台南安南区的镇安宫10八办邀请活动的现场。不仅我伫活动过程，所有挂灯塔，民众面面徛真远，看到一半，煞互泡啊弹着头壳，当场会一直流。烟火是在那个地方，然后患者呢受伤地点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其实是有一点距离。他站在很远的地方，那你也知道说那上去的那个可能是。那个重力加速度哈，可能就是
把患者的那个皮肤这个地方哈，给它擦挫伤。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咧暗时7点外，当时庙前当咧放烟火，兼嘛有高空烟火，毋过庙方强调，带着民众的是一般烟火炮啊呼，干那一口径角的大小，除了庙方的医护小组第一时间随处理，后续庙方嘛讲会过去关心这个患者，嘛会协助保险的赔偿。15岁周姓男子在庙会绕境现场观看烟火时，不慎遭掉落物击伤头部。警方及义消及时到场协助，并通报119送医，经缝合2针后，伤势无大碍。除了这站民众受伤以外，消防局嘛有接到附近民众放烟火，地势引起杂草倒火起来以外，加在到场随拍火器。消防局表示会主动向庙方查证，确定放烟火敢有违规，后续若确定有影，会以炮啊烟火管理条例规定，罚3万块以上，15万以下罚款。嘛讲会加强宣导甲检查。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我细汉的时阵呢，这食饭时间配电视就是杨丽花的电视歌戏，这对真侪人来讲，这拢是共同的记忆。81岁的歌戏国宝杨丽花对4岁电台，一世人拢奉献予歌戏，开创电视歌戏的黄金年代。文化部这摆伫咧宜兰的团结中心替杨丽花举办头一届的个人展览“世纪初恋杨丽花”，邀请大家做伙来回顾歌戏的黄金年代。若有我的观众伫，我永远都无退休。短短2句话讲出来，干那几秒钟的时间，不过对杨丽花来讲，算是一世人。伊对4岁开始唱野台戏，16岁演出内台歌戏，到广播歌戏出唱片，甚至是家家户户收伫咧电视机等的电视歌戏，一路行来77档，或者帮配杨丽花，成做真侪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咱这个戏剧若是无观众的，都真是无啊。若戏剧有观众，免惊无啦。杨丽花会老，但是歌戏永远袂老。较早咱食饭拢伫餐桌，到尾后用杨丽花的关系，咱食饭的所在拢搬来客厅，对无？嘿，所以这句话讲，食饭配杨丽花。这届文化部邀请杨丽花伫咧宜兰团结中心头届举办个人的展览，号做“世纪初恋杨丽花”。展览1礼拜就破9万人参观。杨丽花甲较早的戏衫、布景和道具拢搬到团结中心。伊的徒弟陈阿兰就分享，有的歌戏衫一输就要200万，为着要完整呈现连戏红啊，拢是杨丽花亲身落去雕伪装、头毛和清擦。杨阿姨80几岁了。不要再让他画，我们来画就好。杨阿姨说：“杨丽花，家己画杨丽花，这是杨丽花。”但是这句话讲落去吼，开始啊，阮就开始无用啊。伫展览现场嘛有设计真侪活动，亲像录影带，就当用大荧幕看杨丽花搬戏，有广播间，后面将体验歌戏录音，有 AI， 互观众来搬戏，甲杨丽花共台演出。既然是杨丽花的故乡，团结中心嘛邀请大家感受杨丽花创造出来的歌戏黄金年代。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即摆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南美洲的智利，因为这热浪还有强风，中部、南部地区拢野火当咧烧，上无有18人死亡。智利总统也紧急宣布，这2大地区进入灾难状态。若讲到美国是因为这冬季风暴害因的交通大拍角，正罕得落雪佛州是连续落2年啊。南美洲的国家智利，因为受到小影的影响，气温升到38度，而且佫透风。中部甲南部森林大火情形是真严重，8500公顷的森林，也佫有几10栋的厝是拢规个烧了了，超过5万的居民紧急疏开。军方的人员随展开空中拍火的任务，消防人员嘛4架走丛，甲24台野火拍花。智利的总统表示克宣布比尔比厄甲纽夫莱这2大区进入灾难的状态。Tenemos un número hoy día confirmado de 18 personas fallecidas, pero tenemos la certeza, desgraciadamente, de que ese número va a aumentar. 罗森总统表示，克伫咧社群平台 X 表示，所有的救援拢已经到位。不过当地官员讲，森林大火已经炭烧几点钟啊，4架拢是受到相当的熏热。不过政府的援助煞是一直无到位，有的居民全秘伫咧厝内，就是讲野火会家己发起。想不到情形煞失去控制，所以真侪已经烧甲臭火焦的尸体，伫咧残忍厝内
路边甲车底去发现。 No, esto lo vivimos mal, pésimo mal. Pésimo, empezó el fuego en este momento de aquí, saltó para este lado, se quemó esa camioneta. Estábamos encerrados aquí en este momento con el fuego anoche. Lo pasamos mal, todo mal, toda la gente mal, absolutamente mal. Fue algo que vino en un momento y pasó. 咱若伫美国东华，是扫来2波单季风暴，体感的温度要降到零下12度，毋但能见度大降低，空中甲陆上的交通嘛拢受到影响。 这波无稳定的极地气旋一路落南，地处福州这个大部分的所在，拢是属于亚热带甲热带气候的所在，嘛真罕见落雪。不过，这届落雪并不是100年一届真罕见，就伫去年1月份，因为有真强北极冷空气落南，互福州部分的所在积雪有到20公分悬。这嘛是美国真侪所在从19世纪以来雪落了上大的一届。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 美国总统川想要把这过冷兰买落来，引起欧洲强烈反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对美国启用这反威胁措施 ACI， 要来限制美国企业含所谓服务入到这欧洲单一市场。这也是欧洲头一届使用 ACI。 也无排除讲要对这价值930亿欧元的美国进口商品起反制关税。也那这欧盟各国元首呢，18也临时通电话，各国大使也召开紧急会议。目的就是欧洲的共识是要来避免全面性的贸易战，也着爱传反制对策来增加谈判空间。 美国总统川普坚持要摕到高冷兰，并且宣布，伫咧达到目的进前，将会自2月开始对支持高冷兰的欧洲8国加缴10%的关税。6月初一，还会提悬到25%，互欧洲正反弹。欧洲各国领袖18紧急通电话协商，并且发表联合声明。 认为甲领土并购加关税挂钩是一种经济协调加政治勒索，将会全力支持丹麦加格陵兰伫主权加领土完整的原则下进行对话。We hebben ook gezegd dat de territoriale integriteit en de zelfbeschikking van Groenland en Denemarken wat ons betreft niet ter discussie staat. 歐洲各國嘅大使18開緊急會議，討論出2大反制手段，包括對美國實施總額達到930億歐元嘅報復性關稅，內容包括 普本威士忌飛機嘅零組件、黃豆一個加鈭等。另外一項是歐盟用來對抗來自第三經濟協議嘅對策反協議機制 ACI。歐盟喺2023年通過了，從來就無對外實施過。內容包括限制美國企業參加公共採購、限制投資或者是銀行活動，一個限制喺歐洲市場有大量業務嘅美國科技業者或者是其他服務供應商，被認為是貿易嘅火箭炮。 國際問題專家講，川普即馬有其中3個嘅壓力 ，ACI 會牽制美國嘅經濟，川普愛付出政治代價。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輯。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吉隆台北、桃園、新竹對13度到16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14度到23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16度到25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5度到24度；平湖、金門、馬祖對8度到19度。 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暗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